最明智嘅企業唔係喺 SEO 同 GEO 之間做選擇，而係構建同時征服兩者嘅策略。傳統搜索引擎同 AI 驅動嘅平台共同存在作為主要嘅發現渠道，忽視任何一個都意味住將收入拱手讓人。統一嘅雙渠道方法，確保你嘅品牌無論客戶喺邊度搜索都能被睇到。SEO 同埋 GEO 之間嘅重疊相當大，喺 Google 中贏得精選摘要嘅高質量內容，亦都往往被 AI 助手引用，因為兩者都偏好清晰、權威、結構良好嘅信息。通過反向鏈接建立嘅強大域名權威喺兩個系統中都能提升可信度。結構化數據幫助傳統爬蟲同 AI 模型準確地解釋你嘅內容。專業服務公司同埋金融企業發布權威性強、事實豐富嘅內容時，無需單獨嘅內容策略，就能自然地同時滿足兩個渠道。喺兩種策略產生分歧嘅地方，互補嘅戰術填補咗差距。SEO 針對交易型關鍵詞捕獲準備購買嘅用戶，而 GEO 優先考慮全面嘅主題權威性，面向正在研究選項嘅信息型查詢。兩者結合覆蓋咗從最初好奇到最終轉化嘅完整搜索行為範圍。實施雙軌策略嘅起點係通過兩個視角審計現有內容。純粹為關鍵詞排名優化嘅頁面，可能需要用全面嘅解釋同埋結構化數據嚟充實，而同時喺 AI 搜索中表現良好。相反，深度嘅知識資源可能需要更銳利嘅行動號召同埋轉化元素，以利用傳統搜索帶嚟嘅流量。投資雙軌策略嘅企業獲得複合回報，傳統搜索中嘅穩固排名驅動持續嘅轉化流量，而 AI 回應中嘅頻繁引用持續擴大品牌知名度同埋信任度。呢種全面嘅搜索覆蓋為長期業務增長奠定咗堅實基礎。